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兔啊。观众朋友，2天前，咱一台 F-16V 战斗机摔落海，驾驶飞行员是咱的陈奕上尉。敬拜国军兄弟为着保护咱来出代志，咱拢甘苦心。咱为着陈奕上尉甲陈上尉的亲人来祈祷。当这时，咱嘛要来详细探讨咱空军 F-16V 战队甲这边失事的原因。咱做伙来关心。小介今日现场来宾，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邀请军事记者郭鸿章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观众朋友，咱今日探讨2项代志。第一项是咱的 F-16V 这台战斗机甲 F-16V 的战队；第二项是飞行员在驾驶战斗机的时阵会拄到的挑战，不管是空间失落，还是咱讲指力分迷，咱拢会来讨论。大先，咱先来看陈上尉搜救的进展，做阵来看。这2个地点中，就是前一天渔民出海的时阵所发现的大坑，而这个地点有可能是失联飞官陈毅失踪的地点。海巡的小艇是持续伫个现场咧待命。因为陈毅失联的地点伫个近海浅滩地质较松软，军方有可能向伫个失联地点附近去批架，也是平台的方式来方便作业，嘛找来营作业等专业的工事人员到现场来提供的建议。不好意思，我们对外由我们军方那个侦查部门发言哈。工事人员陆陆续续到，真侪人是随身带着机具，准备要坐船啊。而第一位发现着飞行机残骸的民众，再是游员到现场协助，还搁伫个布岸边发现着可疑的物品，翕相了后要交予军方来确认。我搁往那洗，往那行，往那洗，往那行，开车往那看，往那看，啊，人个可能去共巡啊。军方伫个早时10点半左右嘛，增加了11名唱水人员，扎着装备，准备要到有可能失踪的地点水下来找人。为11号飞官陈毅失联了后，就陆续发现飞行机的残骸以及外套，甚至传出有找到飞行机顶的乌壳啊。但是在场的军方面对任何的提问，拢非常的低调，无爱做任何的回应。记者林伟霆、王刘婷、陈显坤加以报道。观众朋友，咱即摆了解。这边失事的战斗机，这台 F-16V 是伫2020年11月完成升级 F-16V。另外，伊伫2018年慢慢升空拦截中国的军机。这摆失事的陈奕上尉是2020年3月任职，伊驾驶 F-16战斗机的时速是60点钟久。即摆伊是僚机的资格。不过，什么是僚机的资格？咱来请教洪忠兄。好，教授你好，主持人也好，观众朋友可能一个可能爱想清楚的部分，就是讲吼，即马这个飞行员虽然讲伊资浅，但是主要是这个机型的关系，就是讲伊飞这个 F-16还是 F-16V， 因为咱即马家拢改变做讲这个 F-16的 V 的构型哦，就是讲古早是 F-16A、B 的。中期的性能提升叫做 MLU， 啊，这个 MLU 甲提升个差不多比较甲 F-16的 CD 的水准，啊，但是咱的雷达甲伊的飞弹的发射能力甲提悬，所以这个过程中有2种的 F-16V， 有的是咱现主时咧用的，咱送回台中汉翔的工厂去甲改。另外一部分66只是你美国直接为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的厂直接改好出来，直接生产出来，所以这2个是无共款，但是改出来是应该是共款的水准。啊，了解的意思是讲，咱飞出去飞行员的这个战斗机出去，通常袂直接飞，通常有2只，基本上一个小队至少2只，过来就是2只，搁加2只变4只。不管是2只还是4只，拢有一个领队。包括2机的领队，还是4机的领队，啊，领队之外迄只就是叫做僚机。所以变做领队要有至少主要的机型吼，拢要有500飞行小时的这个飞行的时速，才会使做领队。还个考过，你毋是讲你飞到500你可以使哦，毋是哦，你个考做一关呢。包括你讲你看
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叫你讲，比如讲松山机场你飞起来到恒春，啊，你会偏去无？哦，啊，你是飞上好的路线。是，比如讲，我会甲你讲，啊，即马敌人有歼十6要来叫你冲，啊，你会要撇还是要含你坐？是，互你叫你上顶的个状况，叫你去改变航路是安怎？所以这变做僚机要变做领队的过程中是真严格的考核啦。所以建摆咱的战斗机飞起哩，拢袂一台，一定是爱两台。无可能是一只，除非讲你是派出去支援的吼。哦。比如讲顶面已经5、6只，感觉无够，吼，叫做备援的飞行机啦，甲冲起哩。大部分嘛是袂是一只，足少的。啊，咱的僚机负责的工作是啥？僚机可能是吼听领队的，主要是听领队的。但是咧，你这片任务的时阵，会甲你讲，我今日是要做什么对空，还是对海，还是对拍陆地的目标？是。包括即届你讲是东石外海这个靶场，溪口靶场，伊看起来是拍海对无？是。但是海真浅，迄个目标区的海真浅。是。所以可能是咱伫拍模拟讲吼，啊强啊的这个登陆的吼，不管是登陆艇啊，还是好，还是讲伊的船挖看好花的时阵，是甲拍掉。哦。所以伊会转为8000外英尺，到2000外公尺，安尼高速冲落来。是。啊，参这个垂直的这个角度20度，算讲真粗啦，吼。是。你就安尼冲落来，其实，这是一个考验啦，因为你高速搁转方向，搁改姿态，啊，像讲咱空军的督察长讲的，这刘慧谦校长讲的，讲伊强翕到讲，那会变大安尼飞。哦。吼，其实啊，刘校长的讲法是讲，因为你对包括即讲1万尺也好，还是讲8000尺也好，你突然讲要改方向，还是讲要改高度，你上好是安尼切的时阵吼，安尼伊叫做 roll over， 安尼变过时阵其实较好切落去，较好降低高度，啊嘛袂偏方向。是。啊，但是无了解的人是讲，啊，是飞唔对啊，是安怎吼？哦。啊，这是空军有解说啦，吼，因为惯势是安尼做。是。吼。是。观众朋友，咱讲到 F-16是真出名的战斗机。讲到咱台湾，咱是伫1992年头摆去买到这个 F-16，迄阵是 A 甲 B， 不过伫2017年有一个红点专案，是甲咱现有的140台升级到 F-16V。即摆咱台湾有206台 F-16V， 这是全球 F-16V 上济台的。咱来请教张教授，买到 F-16这款战斗机对咱的国防有啥物款的意义？好，这个甲大家报告吼，啊补充头拄啊郭先生讲的，就是这个台湾咱即马空军的主要上济的战斗机吼，就是 F-16。是。吼，这是伫李登辉总统的时阵吼，甲美国争取的啦。是。吼，迄个时阵就是1992年的时阵争取150只。是。然后咧，150只吼，飞到差不多这个2000年、2010年以后吼，这个已经面对中国的这个空军的提升，吼，咱本身这个飞行机用久啊以后嘛，需要爱提升，所以咧，这个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吼，就甲美国争取，吼，第一是买新的。吼，买新的 F-16C， 就是较新的 F-16吼，来补充来加强。啊，但第二咧就是旧的吼，这100多只吼，嘛爱买新的设备吼，甲你提升吼加强。吼，这伫全世界各国的空军吼，这是足正常的啦，就是旧的飞行机吼，但是咧伊真正会当用。吼，为着这个国防的资源吼，然后国防的战力吼，就是旧的吼，甲提升，改良。日本嘛是安尼，吼，所以迄个时阵就有一个专案，就是把有剩的140只左右吼，爱甲提升。吼，即马这边不行，这个摔落的吼，就是迄个时阵提升的啦。是，吼，这是事实。然后咧，这个提升吼，讲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啦，就是爱。更新的雷达，雷达就是对一架飞行机来讲，就是亲像伊的目睭啦。是。你伫空中互人受拍的时阵你目睭看無敌人，你是安怎受拍？你无可能嘛。大家想讲，
第一般来讲，爱作战都无看到敌人是无可能受拍。你咧雷达换新以后吼，不大会当较远的所在就会看到敌人，而且咧会当吼，即个指挥咱的武器吼，去把敌人咧消灭。所以这是其他方面包括即个 engine 嘛有提升，即个电子战的系统就是卖互敌人发现，即个拢有全部拢提升啦。当然，即个经费嘛是有一定即个需要啦。所以这个是甲大家报告啦。这边这当然大家就是知影讲，这飞机是伫训练就是爱即个攻击即个海面的即个模拟的目标啦吼。因为对咱台湾来讲，F-16除了伫空中爱甲中国的飞机对战以外假使咧中国的即个部队爱登陆台湾伫海上坐船的时阵咱的 F-16除了海军的军舰以外咱嘛有攻击伊的军舰的责任啦。所以这边来讲就是对这个飞行员来讲不但爱训练对空的作战，嘛爱训练对地、对海面的作战。所以伊个任务是足复杂的啦。但当然啦，这个任何任务拢有一定的危险性啦。这拢有一点仔危险所以咧，这个咱空军可以讲是非常的勇敢。这个为着台湾人就是这个逐工拢有一定的危险性来得出任务啦。亲像韩国，韩国这是2天以前嘛有一只飞机，伊个飞机较旧 F-51，嘛是。摔落啦，这所以讲，这实在是对任何国家空军来讲，爱作战、爱保护国家，都爱训练。这训练唔是飞一个简单的，飞起来落来，安尼亲像咱普通去国外旅行坐这种的民航的飞行机，航空公司，足简单的起飞、降落安尼就好。爱作侪各种的任务、各种的状况，就是早起这个暗时拢爱出动。所以讲实在，这个负担是足重的啦。然后咧，这个台湾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是已经几10几年来、20几年来拢安尼就是咱少年人讲实在挂目镜比例是足悬的啦。这挂目镜就袂当做飞行员啦。因为飞行员伊是驶飞行机伫这个空中爱操作这个飞行机运动所以这个目睭身体爱非常之好，爱配合这个有这种专有的名词专有的这叫做空勤体检，就是讲一般你身体足好，体能足好，无一定会当配合飞行员的标准，所以咧。最近几项年来这个台湾少年人因为这个挂目镜比例较悬嘛，所以咧咱飞行员讲实在数量唔是非常济啦。这是无法度的代志。所以现有的飞行员伊咧这个任务伊咧责任就足重的。所以这当然这是毋是对这边的这个意外事件是毋是因为这种因素的影响？飞行员上少年经验无够，还是天气，还是机械的问题咱即马还未了解，爱调查，但是就是大家报告，就是这实在是一个足复杂的代志，这毋是讲足简单的多一项因素就是造成这种不幸的意外。所以这个甲大家报告就是足侪人讲这个台湾的飞机拢足旧的啦，是讲什么？中国定来，所以咱的飞行员拢足忝的，所以都是发生代志其实这拢无一定是准确，足侪因素。这是我第一甲大家报告。第二咧就是咱即马来讲这个飞行员就是爱足侪训练啦，亲像这边这位飞行员其实足少年的啦，伊飞这种 F-16 60点钟尔，所以咧，伊会当做就是僚机头拄我过程是嘛讲僚机的意思，就是因为咱空军是照这个美国的训练的这种的这个标准普通出去作战至少拢是2架做伙，一架带头这是叫做领队，一架是对领队后壁，就是负责听领队的指挥，是保护领队。这是叫做僚机。领队就是较资深，僚机就是较资浅，较少年。然後咧，僚機背較好，通過各種的考試，會當變做領隊。
吼，领队有2架领队，有4架领队，吼，这就是空军吼，伊就考验这个飞行员的标准啦。吼，所以咧，你一个飞行员吼，为开始会飞赛飞行机吼，到变做僚机，到变做领队吼，其实是不断的训练啦。吼，无飞是袂使啦。然后咧，咱几项年来吼，因为咱足侪这 F-16吼，头拄啊，这个 CG 嘛有讲哦，就是抽气吼做改善。吼，所以抽气做改善，都袂当讲吼摕出来飞嘛，就是爱摕较工流，爱把拆开，吼新的设备啊放落。所以咧，这几项年来吼，这个对咱的空军的训练吼，可能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嘛无法度啦，因为吼这是咱国防的需要，所以吼这个2019年吼，咱嘛是买新的嘛，吼买新的66架，吼新的 F-16V 咯，吼买新的，吼，假使我无记唔对，新的应该是还未入来啦，新的应该还未入来吼，还未入来，所以吼即马暂时吼就是靠这个旧的，但是已经改善的、翻新的吼，来吼负担咱台湾的这个国防的任务啦，所以咱当然第一就希望吼新的吼较紧的入来。第二咧，希望吼咱国家吼会当有较侪的这个资源吼，买过较侪，因为吼这个飞行机吼讲实在对国防足重要。吼空军无吼，海军嘛袂当作战啦。吼这个无空军、陆军嘛袂当作战啦。所以一个空军吼强，海军、陆军拢有保障。吼，所以咱即马就是爱伫这方面吼爱甲增加。但是咧，最近就是足侪问题，就是中国常常来。中国常常来吼，咱当时爱出动飞行员较资深的吼，去甲伊监视，吼，袂当互伊中国个飞入来。所以咧，足侪飞行员吼爱负担即个监视中国嘅任务吼，所以可能会当做教官吼去指导即个较资深的飞行员的这种时间吼，就受到影响啦。吼，所以吼，这嘛可能是一个原因。所以咱会使吼，是毋是吼，咱即个较资深的飞行员吼，必要时阵送到美国去训练。吼。利用或是请美国的吼，这个教官吼，像美军吼来到咱训练，互咱的这个飞行员吼，会当有较侪的时间吼，较侪的这个力量吼，去专心伫这个监视，伫这个防范这个中国。吼，我想这足侪方式吼，拢是会当考虑、会当去思考的啦。是。观众朋友，咱即马来了解伫电话顶甲咱连线是 F-16退役的飞行员。姚志强教官，咱大声来请教姚教官吼，就是咱即马讲到 F-16这台战斗机，甲伊共演呢，嘛有 F-15，嘛有 F-14，F-14伫 Tom Cruise 的电影内底足出名的，啊是安怎 F-16是上适合咱台湾国防的需求？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吼，因为不同的机型的飞机，伊的这个性能甲伊的这个动作吼，是完全无同的这个境界吼。F-16吼是全世界上济国家用的这个第一线的战斗机啊吼，有咱讲的俗语叫做小拍机啊啦吼。伊这个速度也好吼，伊的反应甲伊的机动性拢非常的悬吼。这个实际上这个小舰的这个成功率是嘛来足悬的吼，所以讲是足可靠的一架战斗机啊。当然，随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吼，一直在进步吼，阮的软体也好吼，甲这个武器吼，都一直在增加吼。所以讲这个飞机虽然只有这个隐形战机出来吼，F-16啊这款飞机吼，嘛是即马吼，第一线空军上爱用的这个飞机吼，F-14甲 F-15。伊的这个机型，甲伊的这个作战的这个特色无共吼，所以讲这个用伫个航空母舰顶面就是 F-14啊吼，伫个美国吼，伫个大陆上之后吼 ，F-15吼，伊的这个成功续航力吼，伊的这个长度性，甲伊的这个小舰的模式无共吼，所以讲台湾这个小岛吼，犹原是 F-16啊吼。是上可靠、甲上耐操、甲上有这个战斗力的一个飞机。是，咱即摆看到咱的 F-16是即摆是有升级的。咱的 F-16V 吼，第一项伊有对空、对地、甲对海的雷达；第二项伊有电子战的系统，伊会当反制稳形的战机。另外，伊飞行员的头盔吼，
伊是看到倒位就拍到倒位。另外第三部分，伊家己会使隐形，两拍是靠伊的这个涂料，另外80拍是伊的机身本体的这个外形会使稳形，另外是伊推杀的这个力头增加吼，会当挂搁较侪重型的武器。咱来请姚教官替咱小解一下这个 F-16V 这台战斗机。好，即摆这个 F-16V 呢，实际上是伊的这个软体吼，伊电脑系统的大部分的升级吼，而且做一寡联合的修正吼。比如讲，你即摆飞机了呢，你的电脑系统会使主动连线着你的雷达系统，也是甚至讲你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战斗机啊，也是讲迄个侦察机，吼，也是讲伊的这个航空母舰吼，伊会使提供互你周边你卡挖袂到的资料吼。所以就讲会使互你一个自动的系统吼来做连接吼，互你袂使，互你像以前的这个修正的模式，就是讲一只对一只嘛吼。即摆就是讲变成讲，你即摆 F-16V 会足个系统会使自动去收即雷达去找到无共的这个敌机吼，啊无共的这个威胁吼，啊袂使帮助你吼这个解决这个这个困难度吼。啊，地面的这个部队嘛会使来给你辅助吼，比如飞弹，还是其他的飞机会使来协助你，互你讲一下就叫这个对手吼，给你飞弹给你拍落来吼，有这个功能性吼。所以就讲伊的这个先进的模式，就讲足个自动的系统吼，来提供伫咧飞行员咧修正的时阵吼，会使减轻一寡负担啦吼。比如讲，咱在作战的时阵吼，咱飞物件那个飞飞行机。为这个找寻这些相关的这个威胁的目标啊，啊，各位这个预防这个你叫这个我们讲的案件难防哈，叫我无了解还是讲无看到这威胁去抓到哈，所以讲升级了这个飞机呢，也这个作战的半径，它也作战的模式哈，它也这个相关的系统，也在大大提升飞行员的存活率哈，这是升级了变。F-16V 啊，上大的好处啊，当然，内底升级软体，就讲咱即个这个技术吼，若是讲咱就已经增加这个自动的防撞的这个系统吼，伫内底时阵，当飞行员交涉着这个比如讲这个我着操作飞机吼，也是分导机，也是讲高基地的这个模式做分导机吼，无像现在的飞机吼，伊敢若互你一寡。简单的信号加一个警告的这个模式吼，啊，无甲你做任何动作吼。F-16V 先进的这个地面防撞系统呢，你若是无去操作的时阵，伊就判断讲你飞行员这个质量，我就操作时，伊会甲一个适当的时机吼，伊会来挽救这个飞机，袂互这个飞机吼直接落海底，还是落去山顶吼，伊就救这个飞机起来。起来了呢，用这你的飞机的这个油量，加这个飞机的这个状态哈，互你保持一段时间，互你比如讲你若是飞员精彩了，哦，甲一寡时间了，这几分钟，精彩了，我甲讲你即马，拄啊是适量吼，身体超过这个负荷吼，啊，你即马会使来接手飞机，啊，就给互这个宝贵飞行员第一时间就生活乐趣吼啊。这个浪费这个宝贵生命，这是一个升级了一个自动防撞系统上好一个好处之一。是，另外想要阁问讲，是看倒位就拍倒位，即具体来讲是安怎的状况？即摆就是讲咱飞行员呢，因为刚相亲俩嘛吼，爱操作飞机，爱过来做一寡雷达的这个这个搜索哈，所以咱伫一个空战的模式中。咱无这个时间去反应吼，啊，什么一个新的头盔吼，即摆你下伫飞机头壳顶吼，你就使用一寡的这个转向的模式啊，自动的模式，甲一寡看到的模式来做一寡的操作吼，会使减轻一寡的这个操作的界面，啊，甲省一寡时间吼，会使有这个及时的效果。所以讲，飞行员来讲吼，飞了钟就是足宝贵的这个升甲死的一个关卡吼，所以讲这个自动的这个系统呢，嘛是会使大幅的提升飞行的存活率。是，多谢
姚教官，即马咱先来看这边失事的原因，到底来看。抢伫黄金救援时期，陆海空持续敲锤。另外，空军也收集资料进行事故调查。当时，这台失事的 F-12V 战机当地准备大角度对地炸射演练，飞行员是无线麦克唔放，再加上现场航空迷有翕到飞机的减速板开开，前 F-16教官认为这不是正常的情形。这个无线电通话钮在最上面，哦，然后另外底下有一个东西叫减速板。看起来它是整个全开的，然后又无线电，除非他这个人手是这样抓着，那为什么手会去这样抓着？我所接触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内，都不可能有做这个动作，因为我不需要去动它。这届对地炸射科目虽然属有基础科目，按国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分析，这届飞行员弹药上位也算自浅，真侪种失事的原因都有可能。那又是海天一色，又是大角度投弹，高度不断的变化，空间不断的变化当中，造成他很多的负担呢。他在单位时间1秒钟之内要顾虑到10几样事情，那他对一个资浅飞行员来讲是严苛的。所以我认为要从复合因素来探讨，这不是单一的因素。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6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请已进入我空域，向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虽然咱国发生军机失事意外，不过中国12日也是派出军机侵扰咱西南空域。张彦定表示，但约22个月前上线飞 F-12以来，飞行时速是62.2点钟，平均一个月较无3点钟。反映出因应中国军机侵扰，咱国战机起飞戒备状况增加，已经影响到空军训练的时间。陈上尉他是一个之前的飞行员，这些飞行教官器到西南空域执行任务了，飞机也到西南空域去飞行了。那他就在地面上，所以他那么长的时间只有飞61个小时。另外，这届军机失事更引起各界关心。那座 F-12V 加装 Auto-G Gas 自动地面防浪系统，是不是都会当避免这种代志？空军表示，已经有甲美国采买，一定明年11月就会当开始安装。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伫影片内底看到，讲到海天一色，这伫飞行内底。就是叫做空间的失落，这个空间的失落吼，就是天甲地倒并对飞行员来讲，咱即马请姚教官来替咱开破。应该是安尼讲吼，是。即马空间迷向吼，大部分伫即个有些云层吼较高的所在吼，是。固然呢，因为正到起来变来变去嘛吼，对，在这个飞行员会产生一个这个错误判断吼，会无相信你的真正仪表内底的这个显示吼，是日时的时阵吼，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吼，但是咱看这个气候前2日啦吼，一直这个做这个对地这攻击这个训练吼，天气甲这个能见度拢非常好吼。而且这个时间吼，因为这个炸射航线吼，基本上是较袂变来变去吼，认为伊的空间影响的这个可能性较低一丝啦吼。当然咯，暗时啊来飞吼，暗时啊飞吼，暗暝山了吼，你天甲海吼，我都分辨的时阵，这都有可能吼，有较强的空间影响可能性吼。我认为是讲吼，照伊这个飞行的这个路线来看吼。足大可能性就是讲，伊的身体的状况吼，出一寡临时的状况吼。不管是伊在操作的过程中，可能说这个太大的气力吼，无度负荷，造成做临时昏迷，啊是讲这个身体吼，比如讲突然间突发性的这个失能吼，这嘛就可能性哦，导致伊在这几秒钟的时间吼。伊无法度操作飞机吼，咧海底吼，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较大吼。基本上甲伊训练的时间长甲短吼，甲自深甲自浅吼，甲这个实际上的状况吼，机场的状况，我认为是较无啥物关系啦。是，咱多谢姚教官。郭大哥，照姚教官来讲吼，这个。炸射的任务甲训练本地就是在俯冲吼，
啊，因为安尼，敢会使讲是排除这个空间泄漏的状况。以即马来空军总部公布的一个情形看起来，是应该是讲一部分的过程有公布。是。因为照你讲，你毋是加则简单讲一个好冲这个动作尔。是。伊进前做啥物科目？是。咱并无完全了解，因为无完全公布。因为这看下着这个作战的这个机密。啊，我是较关心讲，这进前伊做啥？是。因为你若讲8000外英尺、2000外公尺的高度，迄个时阵以啥物速度、啥物做过啥物动作，甲入摆这个所在，甲入摆当招这个炸射场遮，甲冲落去。是。所以进前可能已经累积一寡怎讲操作，吼，互你感觉像咱咧坐云霄飞车。是。有诶要刺激，讲我这台湾咧无够刺激，我去坐外国诶。吼，因为讲我滚转几啊连。哦，还是讲哇，爬去则冲落来，堆滴落来，看偌刺激。但是就是上重要，咱讲这肌力就是这加速度啦。是。好，加速度啊，本地愈大，做的这个转弯愈细，半径愈细，其实速度愈紧。这个力就是叫做肌力，迄是一个重力加速度。就像咱人伫这涂骹吼，地球甲咱扭落迄个力，有几倍的意思啦。是。啊，做到讲9倍，就基本上咱大部分战斗机飞行员的受训练的这个极限，就是9倍。意思讲你飞到一个情形时，感觉讲，哪像你9个家己的人缀你身躯同款。哦。有就讲我即马82.5公斤，是。就9倍我缀伫我身躯，所以我飞可能会流袂过。是。喘气会喘袂过。是。啊，就缺氧。是。上手就袂起来你头脑。你个分去，还是讲你只看无，你慢慢讲看无，还是讲你本来看会使看超过180度，但是你发现讲，奇怪，我来看的这个世界，这个界线愈来愈矮，是，甚至怎讲变乌还是讲变暗，是，迄时阵就是，遥到关因可能拢训练过，讲你吸空气，较深呼吸咧，是，啊调几啊解，到我度再会吼，袂讲流气。你这末端期，是，因为你若讲肺心脏才流出去，脑才流出去，才欠血，你是那个怎叫做肌力昏迷，是，肌力，是，就是会发生安尼。所以我关心就是讲，这个过程中可能要规公布，好空军这边，因为咱所有的人当中咱尊重这个空军的调查权限啦，吼，是，因为是军机。所以包括讲交通部迄个运输安全委员会，伊嘛袂使介入。是，这是空军的你就做了解。啊，所以空军也牵涉着讲，这 F16也是种机械方面，还是电子方面，要搁详细去查的时阵，佮牵涉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啊。哦。佮爱美国原厂来支援啦，包括伊头顶的迄咱讲乌鸦啊，吼，就是通话记录器还是飞行姿态记录器，迄咱。空军刚好一部分的解读能力俩，所以嘛是要去送去美国。是，所以这一来一往可能嘛要时间。是，所以唔得拄仔像张教授讲，做一复杂的原因，咱即马无讲伤紧。哦，但是有无可能无？有可能的因素足侪，每一项不讲爱找证据去甲排除。是，所以咱咧安尼对，包括对飞行员，还是讲对伊家属，还是对咱规个空军，较有负责任啦。是，咱讲。飞行员爱通过这个检验吼，你会当忍受迄个8个人缀伫你的身躯。对，8、9个。对。啊是一个个来哦，毋是讲我会使讲等下慢慢来，一个一个无诶。是。你做一个动作，1秒钟就歪过啊，2秒钟歪过啊，迄7、8个人就缀起来，共款意思。人承受这款的压力的状况，敢会改变，还是讲你有才调就是有才调？有诶真正是体能足好诶。我一届去关岛看美军安德森空军基地，伊个特别要等因 F16偌好飞，偌高飞，吼。伊飞了落来飞行员，甲落来航员握手啦，吼，我访问，我真正毋知生在安怎，佮安尼冲起哩。咱伊进前去做一个动作啊，吼。上印象上深诶就是伊怎冲去天顶。差不多应该超过要1万公尺，是，可你看无，
伊安怎冲的呢？伊直拍练。哦。我你算，一练、两练、三18等18届。是。人袂分呢，啊，佮安尼冲落来，佮继续做。是。讲落了，人好好，来180几公分，就咱一个黑皮肤的教官，来含握手。是。我问讲，在做这难的动作，敢有袂爽快？讲袂啊。吼，所以这体能其实有的人是训练甲真好，是。啊，体质嘛好，是。所以当然每一工你的生活嘛要正常，你食物件也好，困嘛好，甚至讲你一个心态，吼，你人讲乐天快乐，吼，较袂含计较。啊，其实这讲真诶，你压力就降低。是。啊，有的人是讲我有做认真，但是我逐项拢做注意，哦，逐项拢这安尼一撮变化，一撮安怎，我就可能会袂僵哦，还是安怎吼，牙油啊，安尼个性的人可能伊拄着遮济代志的时阵，伊有累积的这压力吼，心内的压力其实对身体嘛无好。是。所以人家讲，有的人状况好，还是讲维持得好，伊甲退伍吼。咱飞这个战斗机飞了，飞到20年嘛好啦，20多年嘛好。伊退了后，佮用继续去飞民航机，吼，飞客机。啊，因为身体好，还是讲本来这心理特质，吼，较法度应付遮各种的情形，是，较袂讲怕生惊，是，吼，安尼人个性是上好做飞行员。是。啊，我家己进前本来高中嘛是要去考空军官校啦，哦，所以像姚教官因。啊，我也去读个80年的毕业，我可能个80年班迄班啦。是。阮一个同学已经做了啊，F16的第2批的飞行员去美国受训的，是即摆就是伫华航咧飞客机。哦，所以我毋知讲，像你两个讲，有的人是毋是讲体质会较好，还是讲有的人有法度，有的人无法度。咱每年咱这个飞行员拢爱去考一届，你爱去考讲你安尼飞，啊个体检，吼。本飞你入去迄个离心机，就像迄咱咧练迄个拍迄个橄榄球共款咧练。那佮做到上机的时阵，你嘛是有的人可能迄工状况无好，会分去。状况无好会分去。本地会使。调这上手吼，调呼吸袂赴。是。吼啊，可能嘛是会分去。啊，当然虽然身躯是有分这抗击衣啦。就甲你缩起来吼，互你的血莫乱流，莫流去骹底，莫流去手底，吼，莫走去莫离开头，互你头内底佫有够的这个血，互你的上手会当上起来，会清醒啊，互你个清醒。是。林教授，拄则姚教官讲到吼，即摆会加装迄个防浪的系统，啊，美国即摆吼，稳准咱即个 F16的舰队规个升级。甲伊的这个国策敢有啥物关系？以及对伊的这个印太战略，我受这个美国当然是希望台湾家己有强的国防的实力啦。是。安尼中国唔敢拍台湾，美国嘛唔免讲哦面对甲中国战争的这种可能。当然美国有准备，但是无任何一个国家希望战争啦。是。哦，上好是哦大家。这个做生意哦来讲和平，莫讲真正战争啦。是，所以美国吼讲实在对咱台湾的国防吼，其实是足认真的啦。但是台湾本身来讲吼，咱国防的资源啦，这个政治因素足济吼，所以哦，这个甲美国方面吼，我会当讲就是咱的合作吼，甲美国的合作其实应该继续增加啦。是，哦，亲像美国这边来讲吼，伊这个有一种 F16的这个防浪的系统，然后，这个防浪的系统吼，讲实在是咱已经嘛爱买嘛，然后嘛爱买。这个我是认为吼，这种代志其实应该是早就爱开始爱来考虑啦。因为美国的系统哦，其实是2014年以来拢已经开始使用啦。是。哦，咱的这个计划吼，其实咱头拄我讲，哦 F16这个改良的这个计划是2017年开始。是。其实咧，哦，这个应该是爱有考虑，就是至少部分的 F16吼，爱加入这个新的系统啦。是。哦，为什么我安尼讲咧？因为吼，咱这个我即马手头看到咱节目单位提供我的资料，我个人看媒体吼。为1998年以来吼，20几年来，咱 F16吼已经损失
差不多9只啦，已经损失9只。这个9只 F16吼，因为有2只是这个2个飞行员的这个 F16B 了吼，所以咧差不多遐尔侪个飞行员吼，拄着意外吼，大家看到这个资料吼，扣掉今仔日的单上位，咱希望伊会当吼，在咱录影的时阵，咱还是希望伊会当平安吼。但是以上几项确定的这个8只吼，咱大家看到吼，飞行员吼，真正会当讲好好啊转来吼，8只无人机失事8摆的事件，只有2摆啦，2摆。吼，一个是这个09官吼，一个是59官嘛。吼，59官后来嘛是吼，伫另外一边任务的时阵嘛是牺牲嘛。所以咧，咱就是讲吼。这个空军吼，袂当讲啊，这个你专业啦，你咧这个一般民间啦、媒体啦，这个新闻界记者，还是这个政府其他单位吼，这个我专业，你莫来讨论。我感觉吼，至少咱看到这个数字，吼，这个是足明显的，就是咱失事吼，失事确实袂要紧，准是财产尔嘛。但是吼，飞行员的这个不幸吼牺牲的比例吼，是毋是甲世界上比起来吼，属悬？吼，这是毋是咱的训练？吼，咱是咱的设备吼，会当加强的部分吼。我想这是咱应该要来思考。吼，你讲你假是开偌济亿、100亿、10亿，吼，莫这变的事件吼，减一个人牺牲吼，我感觉拢有价值。吼，因为这是足重要的嘛。你即摆会当伫这个平时这个普通的时阵吼，平时的训练吼，就会当互飞行员尽量的安全吼，这够人资源，够人战争的时阵够人嘛。这训练的时阵拢牺牲，安尼拍战的时阵是啥物人去拍？对无？这毋是讲哇，一般台湾人我足勇敢的，亲像咱吼，我亲像大家，我足侪我朋友都讲，必要的时阵吼，假是中国来，咱拢会当讲去保护台湾。虽然咱讲已经有一年岁啊，但是咧，飞行机、飞行员这是足专业的啦。毋是一般人讲，我足勇的就会当去的啦。所以安那好好的来吼，用资源啦、投资吼来保护吼，来增加咱飞行员的这个安全。吼，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啦。吼，亲像我头拄仔看到吼，我看新闻毋知正确还是毋正确。这个就是这个有记者问讲空军吼，啊，你这个防狼的系统吼，是毋是已经买啊？吼，这个美国早就已经有发展嘛，结果空军讲吼，这个即摆已经买几啊年啊，但是对美国爱 test， 爱这个试验哦，所以即摆还未完全发挥这个作用。吼，我这个就感觉吼，假使因为我即摆伫这个医学大学上班吼，这个假使咱的这个医生啦吼，那当然看咱即摆防疫拢是一个医生陈时中啊，这种一挂人拢医生吼，假使咱医生拄到这种代志，拄到这种哦，你一个设备。吼，这个对吼，这个保护这个医生、护理师甲这个有啥物帮助吼？哦，一定是问偌济钱，紧来买，吼买以后吼，早一工发挥作用就是足好一工。一定是安尼，无可能讲去拖几啊年讲哦，这个安怎。当然，我想这专业上一定有这个理由，但是咧，是毋是每一项的努力，每一项的代志拢尽量去做到讲早一工发挥作用，然后是毋是有这种决心？吼，是毋是有这种效率？吼，我看这个是吼非常非常爱检讨。吼，亲像咱即摆来讲这个预防社，你看这医生的观点的时候，尽量去买嘛。即摆我今日听讲嘛，有100万社已经来啊嘛，就是买，买到过期嘛，不要紧啊，过期就过期，大家有拍到吼，这个预防社是毋是？吼，这个减少一个这个半病人是毋是就较好？不过这是防狼的系统是未过期的吼。对啊，这是防狼，但是咧，我定吼，伫咱台湾吼讨论国防的代志的时阵吼，总是有人咧讲啊，这上贵啦，吼，这个买来以后吼，这个国防部嘛常吼，这个监察院就是讲，什么系统买来无效果，啊是因为什么理由放伫遐，放伫这个几项年吼拢无作用，哦，这我假使哦，大家讲哦，啊，你咧就讲讲这种话吼无公平，不要紧，吼，假使讲为着听到我讲这种话吼，会当真正去检讨去改变，我可能袂要紧，
是，你讲要紧，袂要紧，但是真正有这个吼，发挥这种吼，就是做任何代志，我感觉吼，爱做 Mr. Go， 就是啥物代志吼有改善，有这个效果吼，咱就做，莫讲做 Mr. No。哦，啥物代志啊？这个上贵啦，哦，这个美国无可能甲支持啦，就成功啊，就无爱。我讲个这个是无好啦。是，洪忠兄，我想补充一个点吼，就是因为咱讲像迄个张副司令张延廷，伊有讲，这今仔直直来咱西南空域直直乱，啊，甚至人咧射咱台湾，所以你空军直直去飞，所以无人机无直直，所以无法度训练。其实还有一点。伊即个救援员，咱养成嘅过程中有一站叫做为空军官校毕业了后，要去倒去部分队。哦，部分队即马搁咧飞 F51，F51、F51迄个 Tiger 嘛吼，今年虎石战斗机是袂歹无人机，但是伤旧啊。嘿，之前嘛做过研修，就是咧个结构吼，也是讲一寡电路拢改拢换新，但是袂使搁换。因为这时代是较老，所以这个无人机咱就用迄落新的汉翔生产的高教机去甲换，对吧？去换这，所以伊基本上是部分机的意思讲，你真正去接主战的无人机之进前，我先互你一个较接近的训练就好啊。是，但是头顶边装较侪武器，莫遐复杂，互你先背惯势。包括飞速度啦，飞动作会使做灵活啊吼，做先攻 F16安尼就好啊，莫完全共款无要紧，是，互你一个过渡。但是马英九政府的时阵，伊还未做总统，伊就咧反军教，反对买武器。大家会记得6108讲9项军购、8项军购、7项军购，逐项拢反，对无？结果伊做总统了后安怎？迄8年吼，加开50%的加钱，搁买倒转来。哦。但是拢延迟，是，拢延后，包括迄咱即摆做唱水港、潜舰，准讲迄阵无动，伊嘛无去乱，嘛无美国来问讲要买无，讲我搁考虑者 ，F16V 嘛是安尼啊。哦。是本来咱咧讨是后边啊上买改的时阵，咱有提供。咱要买 F16的新型，叫做 C 型甲 D 型，对无？是。敢嘛叫先反对，我不爱买。美国人问讲，你真不爱买？你哪会不爱买？伊讲卖啦，我即摆吼用两花要和平啦，我无需要一个武器啦。哦。好，即摆咧，即摆两花关系无好啊。其实毋是咱单方面咱台湾的问题嘛，对无？然后大家知讲，这习近平甲中共伊即摆。主战派拢举起来，因家己讲要统一，要用武力统一了，是，这毋是咱的问题，是，咱只是咧保护咱家己的主权尔。对。啊，但是你反军教后壁造成的，就是这个所有的，包括 F5无无人机通换，部分机愈来愈老，嘛无人敢飞啦，讲真的啦。我也是讲有少年辈，我家一个查某囝，我也讲阮囝要去考空军官校。啊，结果看无人机遐老的时候，我也劝伊讲莫考咧，会烦恼吼，会烦恼呢。啊，但是可能足侪人勇敢的，咱台湾囡仔拢直直去考嘛。是。像我要保护国家，我要保护大家啊。是。吼，我就是拼看卖啦。这咱台湾人的志气，但是像张老师拄仔讲的，毋是讲靠志气勇气，咱要有上好的物件互伊，要有准备互伊。对。袂使讲互伊去拍迄无把握的战，无物件的战，我无赞成。是，可是咱上好的物件去拍，上好是伊做中备的军人，职业军人做主干，啊，当然是真正全面的战争的时候，当然需要后备后备，才咱去甲 ON， 去甲同齐去甲拍。但是到未开始这时阵，进前就是咱靠职业军人。是，啊，咱上介难上歹做的主要军人，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嘛。对。当初我是目睭假性近视，无去考呢。啊，我无这个情形咧，可能我过关啊，我即马可能嘛是教官还是安怎吼，对无？是啊，无我是无这个资格，但是我真正支持咱的国防，就是爱讲，无个摕像拄仔张老师讲，啊，迄人卖无可能卖啦，咱莫摕啦，哪有安尼啦？你摕看卖的嘛，唔通家己揪卡？对，你家己揪卡，你有欠物件呢，你有欠拳头呢，欠巴达呢，吼，咱莫讲啥摕钱。
什么客扫帚，乱讲，迄是一个比数，吼，客扫帚表示一个比数。至少你啊，一人发一支即马 T91步枪啊，对无？吼，啊，全民国防的时阵，至少你啊拍T91掠起来在拍。是。那会使讲什么牙本机啊啥，迄是一个比数，吼，咱无讲迄款是真诶。是。所以我意思就讲，咱支持国防绝对需要。是。买上好诶物件互伊。啊，像讲我拄仔特别去问讲汉翔这边，看法度讲加速替因改装这风浪系统。是。啊，因为我有去探听过，讲是真正是拄着问题。是。毋是讲迄顺号吼变内尾的变做数位，所以无法度加了，毋是。可能就是因为变做数位之后，伊本来吼咱像讲你来讲会晓斗电脑就知。是。伊有顶下一个讲，遐是卡斗起，啊，这哪会袂当？哦。我明明个安尼，什么人讲斗这会使，哪会斗这袂使？是。啊，你无去测，你哪会知？是。哦，还是讲有诶规格有差一丝啊？加差一号，吼，就差足济。哦。所以这物件其实是足专业的。是。但是咱希望讲，咱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有愈来愈好的感觉时，趁这个时阵，包括你讲咱美国的小大使、小大使，也是讲咱驻美的这采购团、军事采购团，三日到工，到三工咧，大家拼一个，吼，加去共讲，加去共斗唔头，加去共请教。如果问题紧甲解决了，紧甲争起来，提早甲争了上好。是。啊，在你看咱的 F-16V 的，毋是 F-16V，F-16战斗机的失事率，敢有比人较悬？目前即马来看吼，统计起来其实是无啦。哦。但是因为台湾细，是，这个人拢伫你身边，你马上就感觉，是，感觉啊，那会阁有啊，吼。对。啊，其实是无特别悬，但是呢。我真个原因其实是较重要，是，所以毋知讲有空间迷向的，吼，空间发现讲无法度判断的有，但是毋是每一个拢安尼，啊有监管有试过的，是，甲带毋着，讲毋着时间甲毋着方向，哦，资讯毋对，高啊，所以关度个毋对嘛，对，伊就是讲遐飞入去是对的呢，结果航管甲讲的，监管甲讲的是毋对的，哦，所以才弄着。是啊，因为迄速度足紧诶，你无法度讲，我逐项拢家己靠家己啦，无可能。飞行员吼，足侪时间拢爱靠这管制系统，吼，甲提醒，还是甲互伊资讯。因为包括拄仔讲啊，天候歹诶时阵，还是暗时诶时阵，有个人想讲，我靠，我感觉嘛，我感觉这个对啊，安尼我飞应该是无问题。啊，毋过你飞到冰岛啊，你毋知诶时阵，迄个爱看啥？看仪表，看迄条球，天空甲地面是无共款的色，是。你要相信这个叫做仪表飞行的，相信你的仪表。哦。所有的教官拢会甲你调，吼，菜鸟拢向调讲，佮叫你看你唔看，你佮爱看。啊，所以有教官做歹拢袂看，人家做歹听，甚至过去拢用拍手铃，为后壁甲拍。唔通干那要信到家己的目睭。对，你袂当讲甲信到你的目睭，还是讲你的脑，你会叫骗去。是。所以这毋知讲空间袂用迄。会换过来迄阵吼，还是讲你飞，做这动作之后，真正会袂记啦，是，真正会袂记。所以这其实就做专业的培养的过程嘛，做难的。啊，咱希望讲毋是讲看到这样是说这个记录吼，会讲会卡软卖，是，咱继续鼓励咱的少年辈，是，继续爱去勇敢去面对，去挑战。是，张教授，咱请教吼，看到军机。这个失事吼，咱大家艰苦，咱安怎来防止讲有新的人哦，借着这个机会来扰乱咱的这个士气甲国防呢？我想当然吼，这第一是民主的社会吼，拢一定有人在乱啦。是。吼，无违反法律吼，咱嘛袂当对伊安怎啦。哦。吼，就是会当用这个道德的力量，这个社会的力量吼，吼，这个对这种人有一种的。影响，然后叫伊莫乱讲话啦，但是无违反法律实在无法度啦。所以我感觉这讲实在吼，主要的责任也是伫政府啦，吼，政府甲军方吼，安怎采取吼足有效的作为，吼，除着讲这个吼对飞行员、对空军的这个家属照顾，吼，这个以外吼，提出什么方案，就是对训练，吼，对安全的这个设备。吼，有啥物马上来加强，吼，这个做法，吼，这个我想吼，为着爱
增加训练、保护安全、照顾人员吼，这种爱投入的资源吼，社会上应该100%爱甲支持啦。是，假是讲这种的无爱支持吼，讲实在这种人就是咱讲实在拢是咱台湾的敌人啦。哦，虽然无违反法律，但是任何人是敌人，哦，大家看有清楚吼，这个嘛是足重要。咱内部的敌人。对，内部的敌人就是，哦，讲实在，我看吼这边当然这个讲较远啦，但是讲起来吼，咱这个台湾拄着咧疫情2年嘛，每一边疫情嘛有悬有低嘛，悬的时阵我看。哦，这个马上嘛是足侪新的这个设备啊、措施啊，哦，买这个预防车啦，安怎都是马上一件拢有出来。哦，所以咧，这个飞机出代志哦，讲实在，哦，假使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对国防嘛是危险。